第三课音节化的母音。这是合喙音。尾呢，伊是一种喙型，一定要结合其他的母音，才有法度发音，无法度单独发音。刷落 N 字是请搁对我念一遍。M 是合喙音，会当单独发音，叫做N 呢，伊是一种喙型，袂当单独发音，一定要结合其他的母音才会当发音。N G 呢是练习N G 是第二抓安第三抓音英，第四抓央，第五抓用。练习，搁对我念一遍。M 单独发音是N 若结合是叫做安。NG 单独发音是第二抓第三抓英，第四抓第五抓用。